Astro 華麗台電視劇大獎2007嘅頒獎典禮㗎啦。好，而家馬上咧要嚟睇睇喺星光大道上出現嘅又係邊兩位咧？我哋見到有佘詩曼同埋林峰。同埋林峰啊！嗱，呢一 pair 咧已經係我哋 Astro 華麗台電視劇大獎2007星光大道最後一 pair 嘅藝人㗎啦噃。係喎，咁啊兩位咧今日都着得非常之省鏡嚟出席啦。咁啊當然現場都非常之多嘅 fans 嘅。今晚咧佘詩曼就憑住我《火舞黃沙》裏邊嘅家春芬入邊咧呢一個角色咧就係入圍我的至愛女主角啦，我的至愛角色啦，同埋咧佢同陳豪喺《火舞黃沙》嘅合作咧，亦都入圍咗我的至愛情侶檔㗎。咁當然林峰咧亦都今年咧係憑呢個《女人二做》裏邊齊歡呢個角色咧就入圍我的至愛角色同埋我的至愛男主角㗎噃。咁我記得頭先啊 Jason 訪問好多嘅呢個觀眾嘅時候咧，大家都好想見到林峰同埋佘詩曼㗎噃。係喎，咁兩位咧即係果然咧見現場嘅反應咧，就知道佢哋係幾咁受歡迎㗎啦。呢個時候有請佘詩曼同埋林峰上同我哋傾下偈，歡迎兩位。Hello， 馬上同馬來西亞觀眾打個招呼先。大家好，馬來西亞嘅朋友你哋好，好多謝你哋落雨都嚟支持我哋。咁到林峰啦你。阿 Sir 代表我講咗㗎啦，其實好開心又可以再見到馬來西亞嘅朋友。其實每一年都有一個我哋好大型嘅聚會，好多謝 Astro。咁我想問一問阿佘啦，嗱，《火舞黃沙》3位女主角咧都入圍今晚嘅我的至愛女主角嘅呢個角色啊，呢一個獎項喎，你覺得邊個嘅呢個勝數高啲咧？係喎。其實是第一個攞到我都好開心㗎，因為其實呢套戲我哋係拍得好辛苦嘅。係。咁有幾辛苦我真係形容唔到俾你聽，日日就係掛住拍戲，然之後做。因為係好嗰個環境係好惡劣啦，因為喺沙漠入邊咯。咁同埋即係污糟邋遢啊，即係唔係靚女啊咁樣咯。變咗其實是第一個攞到我都開心咯嚇。不過咁辛苦拍出嚟嘅成品咁成功同埋咁優質咧，我相信大家都非常之開心㗎啦。咁都要問下林峰嘅，咁最佳女主角裏邊咧，你又睇好邊一位女演員先？因為最佳女主角咧，同我合作最多係阿佘。係阿佘合作最多㗎啦。咁差唔多近呢幾年，年年我哋都合作。咁我睇到阿佘嘅演技真係冇得頂，所以我一定係支持阿佘。好，哇！林峰支持阿佘，咁我想問下，問翻阿佘啦。係啦，阿佘會唔會支持林峰攞呢個我的至愛男主角嘅呢個獎項咧？我係基本上支持咗佢好耐㗎啦。嚇！即係佢講呢句嘅。由佢啱啱出咗嗰隻碟啦，咁我都係自己買不特止，仲買嚟送俾人。哇！好好啊，支持你喎，真係。原來都係 fans 嚟嘅喎，非常之支持啊！好多謝曬林峰同埋呢個佘詩曼嘅。咁啊呢個時候